膝盖痛的问题很特别，因为你痛哪里，其实就代表不同的构造受损。其实膝盖有分上面痛、下面痛、内侧痛、外侧痛、髌骨里面痛、膝盖内侧痛、膝盖内侧偏里面痛、后面痛。聽完醫師所講的膝蓋疼痛點，你會發現講笑就係講返廣東話啦。聽完醫師所講嘅膝蓋疼痛點，你就會知道膝蓋嘅複雜性，因為你痛邊個位置就代表唔同嘅結構受損。而點解會受損，我再引用另一位物理治療師同大家分享下。膝蓋會發生問題，在實務上大多都不是肌肉無力，而是肌肉力量不均衡。想要知道肌肉力量不均衡是怎麼讓膝蓋痛的，就一定要先認識髌骨。很多肌肉的力量都得經過髌骨來調度，力量不均衡，髌骨就會被拉歪。那一定有人會問啊，髌骨好好的，為什麼會歪掉呢？這就會回到剛剛講的力量不均衡。髌骨周圍牽扯到的力量有正上方的股直肌、上內側的股內側肌以及股中間肌、上外側的股外側肌以及髂脛束、下方的髌骨肌腱。下內側有內側髌骨支持帶，下外側則有外側髌骨支持帶。你應該看得出來，這就是一個米字形，而髌骨就在這個米字形的正中心。只要有其中一個方向的力道太強或太弱，髌骨就會位移。物理治療師所謂嘅肌力失衡，通常表現為某些肌肉嘅過強或者過弱，進而引發疼痛同埋損傷。以下有3種肌力失衡最常見嘅情況，同大家分享下。第一就係股四頭肌同埋膕神肌嘅不平衡。股四頭肌過強而膕神肌過弱，可能會增加前十字韌帶嘅壓力，導致膝蓋嘅不穩同埋疼痛。第二就係內收肌同埋外展肌嘅不平衡，內收肌過緊而外展肌過弱，可能會令到膝蓋內扣，增加內側嘅韌帶負擔，導致膝蓋承受異常嘅壓力，造成疼痛。所以處理膝蓋痛，最緊要知道痛處出自邊一度，然後對症下藥。最後我再引用多一位物理治療師嘅圖像，治療師亦清晰指出各種痛症嘅學術名稱同埋改善嘅方法，大家可以參考下。如果進行咗舒緩同埋強化嘅步驟，情況仍然維持，建議尋求專業嘅醫療。如果你都有膝蓋痛唔舒服，大家可以喺留言區分享下。